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出嚟今日又帶大家嚟睇靚盤喎。阿德，看到我頭髮沒？今日個風好勁啊！真的好舒服啊，在這裡。係啦，喺海邊居住就咁樣噶啦，哇，海風非常之舒服。像你這麼愛運動的，在這裡跑上3圈就已經足夠了。的確係啊，3圈係唔夠嘅，一個咁靚嘅花園小區環境啦，跑個5、6圈係起步嘅。我就只能跑2圈。冇錯啦。極限。咁廢話唔多講，咁靚嘅靚盤，一個3房，非常之有性價比噶嚇。而且重新裝修了的。冇錯啦，家私家電仲係好靚仔嘅，一個咁靚嘅小區，咁好嘅環境，咁靚嘅盤，我哋即刻去睇。不如行動。Looking for you, I see her looking for you. 万物复苏，花儿为你盛开，心头明为你留白，乌云不会是阻碍，我要把你找回來。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同春麗咧又嚟到呢個單位睇個靚盤。阿德站在這裡都比其他的單位要涼快很多，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東南向的，東南朝向嘅嚇，睇小區嘅遠景睇埋個泳池啊，非常之舒服一個景觀。所以東南風還是吹得比較舒服哈。係啊，尤其早上你企出嚟吹住個東南風，望住咁樣嘅園林景觀咧，非常之舒服。你看，這裡還有一個吊籃。係呢個陽台真係好大嘅空間嚇。做 BBQ 啦，擺咗麻雀台都得噶。而且這種像別墅一樣的景觀，感覺非常之舒服，而且個單位又方數又夠大啦。我哋睇佢內籠係點樣嘅？這個是橫廳的，也是3房2衛。家私家電乜都有噶啦，麻雀台都有啦嚇，非常之方便。愛琴海的120平的3房2衛呢，是跟那種120多平的是不一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這個橫廳來了，是飯廳是在這一邊的，不怎麼規則。但佢係空間感足夠嘅，即係你擺完一個咁大嘅台啊凳喺度咧，跟住梳化擺喺呢邊啦，成個空間咧係仲係好大嘅。我見佢啲櫃都有啲多啦，嗱，電視櫃啦，跟住儲物櫃啦，甚至鞋櫃啦，都有2個嘅。對，而且客廳也裝了空調的。係啦。咁涼嘅東南風，其實都唔使開空調嘅。看一下它個廚房。廚房的話，它是把冰箱放在這個位置，然後應該是有做過飯，但是這個可以看得出來很乾淨。佢總體嘅狀態係保養得非常之唔錯嘅。仲有個生活陽台㗎。這個它換過瓷塊的喎，重新裝修過的。係，睇得出。生活陽台這邊可以放洗衣機，還有熱水器、燃氣表，它是做了封窗的。而且仲有景觀可以睇㗎。前後都有景觀，非常之通透嘅一個戶型。但是這個台面是要重新清潔一下。嗰啲就小問題啦。咁再睇佢入邊房間係點樣嘅，3間房。咁呢間就主人房嚟嘅，大套間。哇，非常之舒服。全部牆漆都是換了的。油漆有換啦，地板都有換，我見佢。係啦。呢個主人房嘅景觀望出去好舒服啊，真係。而且這個打開窗很通風啊。咁其實咧，我哋住海邊唔一定話要睇海，可以睇到咁樣嘅遠景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舒服嘅景觀嚟嘅。而且這個顏色，床跟那個櫃子的顏色是一整套的，顯得很高級。櫃都係一套咯，應該係一 set 過買嘅。這邊呢個主人房呢，它是帶套臥的，這邊可以放一個衣櫃，然後裡面是有洗手間的，很乾淨哦。其實佢呢個位係咪嗰個衣帽間呢？個衣櫃完全可以做呢邊都得嘅喎，係冇問題嘅。它有獨立的衣帽間，為什麼要從在這裡遮住了它的光線呢？跟住呢個就公衛啦，都係做咗乾濕分離嘅。對，這個呢馬桶是不是交流標準的那種？是它重新換的，都是新的，也是乾濕分離的。空間感足夠啦，咁呢間就細房啦，都係每間房佢都有採光窗，望出去個景觀都非常之舒服嘅。而且這個燈的顏色照得你特別的溫暖。的確係。跟住再睇埋呢一間房，哇！呢間房嘅景觀非常之唔錯，一個好大嘅開窗。對面就是可以看得到我們公司啦，海一灣廣場，那個德佑就是我們公司。然後它這裡個飄窗呢，利用得很好。就做咗個墊喺度。在這裡面坐。夜晚可以睇住人哋嗰度喺度食燒烤啊，喺度熱鬧啦，都非常之 OK 嘅景觀嚟嘅。
即係睇前邊可以遠景啦，睇翻呢邊係睇生活氣息嘅。咁我哋叫攝影師做個仔細嘅推鏡俾大家睇睇呢間單位入邊嘅內容係點樣嘅。Hello， 啱啱攝影師咧就將呢個單位入邊嘅內容咧用一個好仔細嘅推鏡俾大家睇到啦。咁3房2衛喺三期愛琴海呢個地方，120平，3房2衛，哇！而且是重新裝修過的，地板跟這個瓷磚都是換過的，就等於是新房。冇錯啦，而且狀態仲保養得咁好，最重要咧就係一個東南朝向嘅，我哋企喺度真係感覺到嗰種涼風陣陣，非常之舒服。而且現在在賣的價格是46萬8，非常之有性價比嘅一套3期愛琴海120方，46萬8，隨時都可以過戶。係啦，正在手，隨時可以過戶，拎包入住嘅狀態。而且業主就將牆身啊同埋地板啊全部都換過嘅，你真係唔使做其他任何嘢，打掃個衛生就可以入住噶啦。如果喜歡的話，到現場來感受一下我們這個東南風。係啦，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單位，可以即刻掃我哋嘅2維碼，加我哋嘅微信或者 WhatsApp， 甚至直接電聯我哋都係冇問題嘅。咁今日呢個單位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